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对距离大地震过后，政府就认清台湾有必要针对地震做深度的研究，同时开始规划建设地震的研究中心。日日克服了资金、人力加土地种种的困难以后，属于国家研究院的地震中心选定伫咱桂林正式甲牌启用。伫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家实验研究院甲成功大学共同拍拼之下，国家研究院国政中心台南实验室上午伫咧科技部陈良基部长、成功大学校长苏慧珍，甲国家研究院院长王永和以及一些教授、贵宾的共同见证之下，正式甲牌启用。这是台湾地震工程技术发展重要的里程碑，所有民众对这个所在拢抱有侪期待。第一个期待当然就希望说，我们所有国政的同仁能够善用这个机台，把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的团队能够尽量迎接到这个地方来，透过这个平台的协助，能够对我们不管是防震的结构，或者未来的补强，或者事前的这种地震的防护相关的技术，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做更高的精进，让我们未来不管在各类型的这种防震上面，能够真正做到位。这个是也要拜托我们国研院能够把这个事情督导完成哈。那第二个期待就是希望说，我刚才讲说，我们希望建的是一个国外能够 leading 的 equipment。那我们也希望台湾在未来整个这个世界公民的角色上面，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设备，能够对整个世界地震相关的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说，将来我们可以协助各地，不管刚刚我们讲的像日本的地震纽西兰跟美国相关几个世界重要地震区域的相关的研究的团队，我们都希望能够敞开心胸，把他们邀请到台湾来，把这里变成是一个地震一个世界研究的基地。国定中心经过侪年的规划、筹备甲建造，即马总算来完成，也互成功大学真感谢这过程当中出钱出力的每一个人。这世界上有什么更伟大的道理，可以在这么多的因缘之下，好好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对地方、对国家、对世界都是骄傲的这个成果。那我希望我们成功大学用这样的心意，我期待我们所有的同事把这里看成是离开校区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家。我们会用全部的力量来做，我们也欢迎世界各地、台湾所有的国内的好朋友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你们也觉得温暖而且有创意、有未来、会有贡献的家。用这些心情来作为我们今天启动跟这个开始这个设施所有最诚意的一种期待。国定中心的台南实验室拥有长双层高速度的地震模拟振动台以及双轴向动态试验系统。现场也伫咧贵宾的见证之下，进行7级的地震模拟，并用到3层楼的暗温图结果进行耐震的测验，由研究人员记录、监看相关的数据。另外，大型的左右位移冲击也呈现出地震的时阵结果所受到冲击的状况。这座打起好的国定中心，未来将会透过学界甲产业合作，深度来研究地震，并预防地震所带来的危害。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为了疏解路量路的车流量，市府配合前中山村的开发，开辟一条山顶60号的20米道路，要伫通到小东路，但开辟完成以后，却一直拢无开放通车。对此，议员詹顺良特别会同相关单位到场来了解。会中市府表示，目前等待验收价通电，上近9月底得当通车。
位伫东区鲁龙路尾鲁营街，原本是一条无马路，经过东区里长甲议员反映，市府目前配合城中3村开发，将伊拍通做20米道路，但道路完工以后，到目前却一直无开放。对此，议员詹顺良想要邀集市府干部、地政甲交通等单位会勘，希望市府尽速通车。条路已经大致上都好了啦，但是还未通车。那这些里长周边的里长关圣里啦、南圣里，还有东光里、后甲里的里长，还有周遭的里民都到服务处去跟我说，是不是能够叫那个市府团队赶快把这条路让他们能够尽快的一个行得方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地政局、还有公务局、还有交通局的会诊来要打通这条路。那今天也对市民有一个交代啦，他们相关单位也说最快9月底就通车了，那再慢也差不多10月中就通车了。那我想这是市民的一个期待。对此，市府干部甲地政表示，这条全长大约260公尺，连接鲁龙路甲小东路新撇道路，目前等待验收甲台电公司配电装饰，预计上紧9月底，上班10月中旬对当开放通车。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帮中业者为了关怀就是伫全新的团队成立以后，9号之间透过开幕团拜同时，嘛关注北美和本南里来较艰苦家庭，希望当抛砖引玉，尽一份社会责任。蒋苏帮学中介13年，本身也担任台南市帮学中介工会干事的邱少谦，配合这个市场，再重新组成新的团队。9号之间举办开幕典礼，邀请各界贵宾做回见证，热烈开幕。同时也结合本南里办公室，共同关怀弱势，准备了北美关键互里来的弱势家庭。台湾房屋环宇全球加盟店选择今天来做开幕因为我们现在从21世纪把它转换到台湾房屋的品牌然后感谢今天的那个长官跟一些贵宾可以莅临邱少谦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荣幸。所以在企业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跟文南里的里长陈清泉里长也来做公益发放一些白米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多人得到一些比较温暖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些企业的关怀。在组成新的团队以后，邱少谦也将提供更加安全透明的服务，让消费者会当买了安心，带了放心。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群来自台南一中、二中甲女中学生发起一场合作送爱到新都活动，因拄特别准备精彩表演，来到仁爱之家新都养护所，或者阿公阿嬷看甲七海海，嘛亲切甲时大人互动，场面相当温馨。由3间高中联合起来组成的爱心表演团体，来到树立仁爱之家新都养护所办理活动。学生以歌舞表演以及乐器演奏，让每一位仁爱之家的长辈拢对着音乐来拍节奏，参像少年几啊岁，也让仁爱之家董事长林秀红感觉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感动，台南南部地区最优秀的高中学生，省男女，国立男女，还有1中、2中的这些年轻的高材生，他们除了念书以外，竟然想到到本家的新都所来做热舞跟小提琴的演奏，在父亲节前夕，让这些老人家能够心里有所感受，让他们也能够想到这个社会很是非常的热忱美满让他们以后更加很高兴的生活下去的勇气，在自己高中的时代留下不一样的一个记忆跟记录。所以他们想要去做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在这个88节呢，他们选择来到了仁爱之家新都养护所。因此，我要非常谢谢新都养护所的所有好伙伴们，能够给孩子们
这么好的一个成长学习以及社会关怀的一个机会。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也会更努力回馈社会。学生用新鲜的表演来连接每一代的情感，也互恁爱自家心都用好所，处处拢充满爱心温暖。单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听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老丽登场，咱在地知名饭店甲拥有100年历史的树店母密合作，推出一个版本的原路餐点，也有甜蜜的大房专案。同时，饭店业者也准备了七夕精灵的造型比赛，有新鲜的，有古锥的，嘛有充满创意的，为现场带来欢乐甲幸福气氛。一道一道的美味餐点，全部拢是在地知名的饭店总铺师为着2017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所用心设计的餐点，亲像是甜点总成炫素当中纯白的巧克力代表的甜蜜，或者是七夕特调当中代表缘分的蔓越莓粉，每一道拢有厚厚的爱情意涵，大家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做伙享用。我们拢知影，咱4.5秒的这个特色吼，就是咱这个馆啊吼，咱原路公体这个馆啊，都有伊有一个这个许愿瓶啦吼，都有一个许愿瓶啊。我们精英酒店这边呢，他们也费了非常多的心血，我想这个主厨应该是绞尽脑汁的去思考，到底要安怎每一盒开当红。刚刚讲我来到精英酒店吃这个餐哦，会觉得说，真的是就会想起我们应该来去4.5秒来甲咱原路公来求一个安尼啊吼。另外，饭店业者也同时举办精灵造型比赛，现场来了7支队伍，有卡通的造型，也有风格装扮，这搭配互人真惊喜。其中最后出场的铁达尼号、杰克与罗斯这组，除了服装，佮用心设计周边，甚至将拖车改造成船仔，100分的创意也赢得第1名的公差。我们这次的主要装扮是想要用铁达尼号的活动，然后这次呢，我们想要用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然后比较特别，所以这次他扮演的是罗斯，我扮演的是杰克。那我们是透过 LINE， 然后看到精英酒店特别办了这个7夕情人节的活动，所以来参加。然后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负责布置这些东西，花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除了丰富的餐点甲趣味的活动，饭店业者也推出最爱3部曲伪装组合，也有求爱成功大办专案，要带领游客拜访台南4大元老庙。这好康好耍的，要带大家过一个幸福的7夕情人节。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一名67岁男性5当前被诊断出肝癌第2期，经过西医治疗，因为出现头晕、体重减轻等副作用，后来寻求中医调理，将近2当以后，不但精神较好，体重增加，肿瘤的指数嘛维持正常。在医水陪同之下，肝癌病患欢喜来庆祝父亲节。这名陈先生在5当前被诊断出肝癌第2期，但因为治疗出现胃肠方面无爽快的副作用，所以后来医师透过中医帮伊调身体，才渐渐改善镜头，而且也降低癌症复发的机会。
中医在治疗肝癌哈，其实针对是它所谓的副作用哈，因为肝癌很多那个包括放疗哈、栓塞或者是使用标靶药物里边有许多肠胃不适合的症状哈，包括说恶心、呕吐或疲倦或体重减轻哈。那中医在面对这种脾胃虚损的状况下，使用的一个是养正机自处哈，就是说所谓的正气，让它能够调理，使为它的肠胃里面的正气增加哈。那增加它的肠胃正气以后，精神就会好，胃口就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医比较特别的地方。除了靠中药以及食物的疗法，亲像每工透早啉糙米汤以外，也会当搭配迄道针灸来改善无爽快的症头。穴位里面哈有一个我们在讲说足三里哈跟支沟哈。足三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肠胃的部分叫肚腹三里流哈，就使用足三里的这个穴道，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好，那另外一个叫做斜勒循支沟哈，支沟其实就是在我们手的3寸上面哈，那在手腕上面，那其实重点就是说使得那个患者他在有斜勒疼痛的症状的时候，可以多按压这个穴道，哦，可以让他疼痛减少。肝癌的死亡率现在又安排伫10大癌症的第2位。医师提醒，除了定期安排肝功能的检查以外，平常时也要做好胃肠的保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才会当避免癌症的发生。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但市政府持续利用天然的资源来发电阳光电线计划，一档的发电量已经达到3.4亿度，减碳量有575座单公分之多。同时，因处理到2017 APEC 低碳设定金集中的肯定，也希望为台南打造绿能科技城，做好完整的准备。它是属于一个自然的、大自然的一个能源的来源。那政府刚好又在推动，那再加上我们的社区，它是属于集中式的住宅，那我们的整个建筑的结构又正好很符合太阳光电的设置。人间清净社区是台南首座阳光社区，100年响应至今，已有56户住户参与，是全国最大由住户自行出资设置的阳光社区。那装了太阳能光电以后呢，对于我们室内的那个温度也有降温的效果，然后又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平台，又遮阳，真的是一举数得。住户展小姐为例，屋顶装设9.2 kW 装置容量，投资成本78万，当时台电收购价每度10.3元，发电量大时每月卖电回馈达万元以上，后续维护清洁也很简单。其实我们正常大概都是1到2个月一定会清洗一次，然后维持它一个有效率的发电的一个效果。那像我现在我是民国100年的12月装置的。那我们平均1个月至少就是等于年平均来讲的话，来1个月至少都有1万以上，也差不多到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回本了。台南市其实在推动阳光电城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其实台南有很多优势，就是说我们的日照最多哦，那我们的这个绿能的相关的产业，上中下的这些相关的产业其实非常的完整。那另外我们也成立了单一窗口，那另外中央把那个阳光屋顶100万座的办公室也设在台南，所以有这样的条件，其实我们在推动起来其实是会比较容易。阳光电城计划5大项目包含阳光公社、阳光屋顶、阳光社区、绿色厂房及农业大棚，利用屋顶闲置空间设置太阳能系统。创立超过60年的大雅电缆集团，贯彻绿色企业友善环境职责，于2014年成立大雅绿能科技公司，成为台南第1家企业取得电业执照的太阳能电厂。我们身为一个能源串接的领导品牌，我们应该来做这个从创能、节能到储能这方面，都是应该我们要投入的心力。目前在我们的厂区里面，有超过3.2 МW 的发电规模，几乎是超过
大安公园5个大安公园1年的吸碳量，也为我们工厂产生了大约1年1/10的用电量。 2017年，台南市第2家太阳能发电厂诞生，友达光电台南厂装置容量3.87百万瓦，每年发电量约484万度，相当于1353户家庭1整年的用电量，同时减少超过2640公吨的碳排放，等同于8座台南公园年减碳量。 从县市合并到目前，我们的设置容量，其实我们的件是总共3800多件哦。其实这3800多件里面，其实应该是全国最多的。那目前我们设置的容量达到274个 megawatt 哈，那这个相当于575座的这个台南公园的这个减碳量。 在全民响应下，台南市太阳能光电系统装置容量在2016年11月达到1座增温水库水力发电厂年发电量的目标。2017年获得 APEC 第3届能源智慧社区最佳低碳示范城镇金质奖，除了是台湾地方政府首度获金质奖殊荣，也让全世界看见台南绿能成果。所以，我们未来在2年还要再设1座这个。 增温水库的这个发电量，也说还要再设220 megawatt， 所以我们这样的目标定了以后，我们会全力来推动。台南市完善的绿能产业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将在台南打造1座沙仑绿能科学城。沙仑绿能科学城来讲的话，它应该有2大部分哦。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它的研究中心，那第2个是示范场域的部分，未来会把周边的包括中研院。 包括我们这个目前在推动的会展中心，全部把它融在整个那个所谓的沙仑绿能科学城的范围哈，包括目前在推动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试验场里面。沙仑绿能科学城未来将是绿能科技产业发展中心、研究中心及示范场域，预计108年建设完工。整个相关的建设完成以后，陆续会吸引将近4000人的这个不管国内外的这个研究人员进到 我们的这个科学城里面来，那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带动我们国内的这个绿能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扩展到整个全世界。阳光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透过绿能科技，台南不只要成为低碳城市，更期望能达到太阳光电非核家园的目标。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 明仔是节分，第一站准雨，今仔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9日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